我看到你，我心跳很快。我不是摸内向人哦。我想过想认识你啊，但是我不懂要怎样认识你。我知道你是读隔壁班的，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但是没关系哦，我可以等的，我可以等你男朋友死的，我不会介意，我不会介意你揪哦，因为我也不是新的。如果你要踹一下我的话，今晚我们在学校那边见面呢，我会做好准备的，你什么东西也不用带，不过你要自己搭巴士来，是这样了，今晚见了，拜拜。